相處嘅時間，想同你傾多啲偈，又驚你嫌我悶、嫌我煩。每一個媽媽都有第一次做媽媽，我都好努力咁學緊點樣做一個好媽媽。有時可能會做錯，但係出發點一定係想你好。無論你覺得我好惡、好嚴定好 nice， 爸爸媽媽由始至終最想嘅都只係做你嘅好朋友。懷念可跟你像個 friend 這樣，能敞開心扉盡訴快樂與傷。從前我不懂怎去共你打破這道牆，難得這一下尚有光香。從來我都擺你在我的最想。童話帝國係史上第一個大家可以親身行入去玩嘅電子遊戲，今個聖誕就會正式推出。我 Kingsley 誠意邀請全球嘅小朋友一齊裝添。在童話帝國親身體驗最能關6歲嘅故事。童話帝國大家有意思，為小孩最百變一變。如今我會再創經典，當世代新景入現，但要無悔這10年，但目標兌現我的諾言，與你知己戰的挑戰。非常之精彩啊！已經非常期待到時入場正式欣賞《童話帝國》呢部咁精彩嘅音樂劇。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俾小朋友 Tom 同我哋介紹下一眾咁多嘅台前幕後朋友好唔好啊？好首先講一講先啦，即係我覺得好厲害，因為佢哋只係用咗3晚，每晚2個鐘嘅時間去排咗頭先呢7分鐘嘅表演出嚟，俾多一次掌聲為所有嘅表演員。我行一行過一邊先，我想俾翻個中間位佢哋，係因為我想真係可以去俾大家認識下呢一班嘅小演員啦、大演員啦。先講小演員先啦，其實呢班小演員咧係我哋啱啱暑假嘅一個音樂劇培訓課程完成咗嘅學生咧，亦都係我哋公司一啲 junior 嘅團員啦。咁同埋咧喺佢哋其實接近100位嘅小朋友裏面，我哋揀咗呢20位嘅精英出嚟去到參與今次呢一個嘅音樂劇嘅製作。咁其實我哋咧係有 A、B、C、D 卡4個卡，即係4班演員輪替演出，就每晚演出得5位嘅小演員嘅啫。咁大家可以起身先，唔好咁辛苦，跪晒喺度。好啦，咁咧我哋不如係啦，企翻橫少少啦，咁我可以逐位去介紹一下佢哋。係啦，咁我哋咧先由第一排我哋個第一同第2排不排喺度講緊啊。OK， 好，咁咧我哋由嗰邊開始先啦，講佢哋嘅名就自己行一行前啦。好，若然俾啲掌聲。冰娜、葉晴、耿軒、柏欣、明睿、千千、慧喬、日希、Joey、溫柔、安然、Isabella、嘉嘉、
角色。Vicky、Hazel、依華、錦石，我聽呢個名，一個字嘅名，錦石 Fraser。我記咗唔到字嘅，就係 Johnny。好啦，咁當然除咗咁多位小朋友演員之外咧。